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4月3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找到人生的价值，找到人生的价值。我们要读士师记第6章11到35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上主转向基甸，对他说：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，解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，我亲自差派你去。士师记6章14节。威廉·克里是一位英国宣教士和浸信会的牧师，他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创办人之一，在印度塞兰坡宣教期间，他将圣经翻译成包括孟加拉文、北印度文和梵文在内的多种语言。其实在他12岁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他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种田。后来因为种田使得他的脸上、手上一直生一种病叫红斑，所以他痛得无法成眠，没有办法睡觉，身体也不堪负荷。所以呢，克里就放弃了种田这个务农的工作。后来他也经营了这一些的园艺，做了园艺的工作，但是因为身体的缘故，后来也放弃。在经过一次的家庭会议之后，他决定让克里来学习当时候英国正新兴的工业，就是制鞋业，做制鞋。所以他在16岁的那一年，由他的父亲来帮他找到隔壁村的一个鞋匠作为他的师傅，所以他从学徒开始来学习。在2年后，这个师傅突然去世了，所以他就前往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去跟另外一个师傅来学习。他学会了修鞋，也学会了制鞋。那在制鞋的同事约翰沃尔的影响，他成为一位敬虔的基督徒。后来上帝将印度这个福音未及之地的负担就放在他的心中，呼召他将福音传给印度人，所以后来他被誉为近代宣教士之父的称号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描述，约阿斯是亚比以谢族的人，他的儿子基甸正偷偷地在榨酒池打麦子，不让米甸人知道。上主的天使在那里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勇敢的壮士啊，上主与你同在。你能够想象吗？一个胆怯的无名小卒，因为米甸人长期的欺压，所以他躲起来打麦子。突然间，上帝呼召他要做非常伟大的侍奉，就是要兴起他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脱离这些敌人的欺压。基甸认为自己我不适合，我也没有准备好，
我更不配执行这样的任务。基甸他因为以色列人饱受痛苦而难以理解这位耶和华上帝的同在。你不是要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这些的苦难？甚至对于上帝即将的拯救感到质疑。但上帝却以类似昔日对摩西的差遣，回应基甸说：我不是差派你去吗？上帝借此来表达他要与基甸同在，并应许基甸会有能力来胜过这些的米甸人。但是他回应上帝说：主啊，我怎能解救以色列呢？我属于玛拿西支族最弱的宗族，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。上帝不像人看人的外表，他是看人的内心。基甸看见自己的贫穷微小，但上帝对他做出保证：我一定与你同在，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，好像击打一人一样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这个胆怯的青年人充满勇气与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在上帝同在的大能中前进。上帝他不断的坚固基甸，对他说：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，我亲自差派你去的。所以基甸他原本过着平淡、惧怕、不安的生活，显然他只是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外族的侵略。他盘算着我多囤积更多的粮食，好避免仇敌的抢夺。那对于仇敌恶劣的行径，基甸毫无招架之力。但是当基甸接受上帝的呼召，他不再苟延残喘的过日子，而是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人物。因为他勇于接受上帝的呼召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。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，其实需要勇气和信心。想想上帝是否也呼召你来执行某个特别的任务呢？我们来默想，对于上帝呼召你，你愿意挺身而出，积极参与在上帝的事工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怜悯安慰人的主，使你在我们软弱无助，甚至是因苦难而对你有所埋怨的时候，有所质疑的时候，你依然爱我们，是你愿意呼召我们，使我们找到生命的价值。因着你应许的同在，使我们得着能力，能够胜过仇敌的欺压，能够过着平安蒙福的日子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献上你愿意使用我们，呼召我们。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